由我之前啱啱即係入嚟啦，即係好似同我一樣都係一個白紙咁樣，個地盤乜都冇嘅。到而家可能5、6年啦，開始慢慢成型啊，其實咧好似有個里程碑咁樣，都一樣慢慢咁樣去 build up 緊咁樣啦，都有啲感動咁樣。我自己有啲期待嗰個類似空中花園嘅，即係例如而家都有好多啲戶外嘅一啲 yoga class 啊咁樣，靜觀漫步啊，或者純粹一啲靜觀啊，都可以喺個花園裏面做，去感受一下即係自己同大自然嘅連結啊，去感受一下即係一啲放鬆啊嘅感覺啊咁樣。好期望啦，終於有啲新嘅環境啦，譬如係喺運動醫學嗰方面一啲大啲嘅場地啊，一啲可以俾佢哋應用翻啲運動嘅喺入面做嘅 rehab 啊。我諗全個香港都唔係好多間醫院有啲咁嘅 facility。有個新嘅臥鋪嘅 day ward 嘅，咁啊就個 service 都會隨住個大樓落成之後可以再啟用，做得大啲。咁呢個都係好期望見到，可以擴大呢個 nurse clinic 嘅規模啦。仲有一個私心啲嘅意見就係，如果會開設多一間新嘅餐廳咧，我希望會有甜品部啦，因為我係好中意食 cake 嘅。例如引入一啲可能動物治療啊，咁我相信咁樣對最後嗰個病人嗰個感覺都會真係釋懷啲啊咁樣啦。然後隨住科技嘅發達，期望啦 AI 呢單嘢咧係可以幫到手啦，即係可能成個阿伯落地行嘅，即係你有個機械人傍住佢咁咪得咯。最驚喜嘅位係見到佢都有好多自然光嘅設計咯，可以見到出邊嘅環境啊，成個感覺好有朝氣同埋自然啲咁樣咯。咁就我諗對於員工可能喺入邊嘅工作都會舒適啲啊，見到實驗室個環境同埋空間都闊落啲咁樣。咁我相信我哋病理部都會有更加多新型啲嘅儀器啊，或者一啲翻新咗嘅儀器啊，可以幫到病人嘅服務啦咁樣。好高好宏偉啦，雙子塔設計咧，亦都令到嗰個視覺感覺更加通透啦。咁令到我都諗翻起我哋聯合醫院嘅理念啦，就係一個無牆嘅醫院啦。每次經過見到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對呢個 patient 啦、社區啦同埋同事之間都要 keep 翻住一個零隔膜嘅態度啦。我就中意飲咖啡嘅，咁我希望入邊有一個 coffee corner 啦。俾一眾都中意飲咖啡嘅同事咧，一齊喺做嘢做到好攰嘅時候，一齊聚腳就飲杯咖啡休息下。希望喺 Coffee Corner 入邊識到唔同嘅啡友啦，咁就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咖啡咯。